阿伯啊，人在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偎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。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，做着女工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稀微。车石门路边的卖粉阿姊，人在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？大河是要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。这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才合理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车石门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在讲这间工厂有要裁用人。阮虽然也少年，拢知半项。当前阮低头青疏，伊我无希望。少钱也要忍耐，三冬五冬，为将来换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。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